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到了苗栗卓兰，在这呢是饶平腔客家话当道。为了保留饶平母语，在地人詹佩芬他创作了童谣，利用空间、时间教小朋友学客家话。他说他的创作就来自客家生活的体验，他希望孩子们和语言之间也没有隔阂。蓝砖瓦、大白墙，苗栗卓兰的客家祠堂传出了童言童语的歌谣声。那是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朗诵，他们念的口音是饶平腔客家话。台湾的客家族群里，这越来越少人讲，所以在地儿女詹佩芬决定开课，在村庄里进行饶平客语教学。童谣内容不是太难，讲的是废物利用变风车，少用的客家词会用大字报再做注解，让小朋友通通听得懂。跟着风车不停地转，刚刚学的客家词也顺势转进了小朋友的脑袋里。因为体验学习最能增加专注力。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一些带动唱，像有一首小狗的，我就会教他们说，小狗在等着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样啊？小狗的那个表情啊，然后它的一些叫声，就让他们自己去体验一下。能够巧妙地把童谣搭配教材，其实饶平童谣都是佩芬老师自己创作的，题材和灵感来自童年和客家生活的体验。听着蝉声，儿时的感觉浮现，熟悉又陌生的记忆回笼。佩芬老师想起了夏天的味道，把瞬间灵感随手记下来。现在像叫的时候，我就是想到，感觉上像在按门铃，我们一出来，哇，不见了，都没有人啊！原来蝉躲在树上，在笑你啊，你就是傻瓜。就这样慢慢累积，佩芬老师已经写了10多首饶平腔童谣。他说，每一种语言都值得被传承。凭着对客家文化的热爱，推广客家话的脚步只会加快，不会停止。凉风的呢喃，夏蝉的嬉闹，客庄的儿时记忆，饶平母语谱成最美的旋律，孩子朗朗上口，唱出人生最美的感动时刻。